春季主角炭燒蘆筍自爽。雖然蘆筍喺香港一年四季都可以食得到，但係真正天然嘅呢，就得3月至5月先可以食到㗎喎。正所謂不時不食，今日我哋就睇下西式大廚同日式師傅分別係點樣整蘆筍㗎啦。H1 走嘅係高檔路線，喺呢度我哋可以食到比青蘆筍價錢貴2倍嘅意大利矜貴白蘆筍。呢一個炭燒牛柳配烤白蘆筍，蘆筍先用白開水烚熟，炭燒之後加調味就可以上碟。天然嘅鮮甜爽脆已經好好味啦。而其實青蘆筍加啲食材配搭，同樣可以好高貴㗎。呢款慢煮青蘆筍配魚子醬，蘆筍表面釀咗啲魚子醬喺度㗎喎，好精緻啊！食落蘆筍嘅清甜，加埋鹹鹹地嘅魚子醬，好有層次啊！另外，位於 ICC 101樓嘅田舍家就可以揾到用好粗身嘅青蘆筍煮出嘅和風料理。一般嘅白番卷呢，就用鰻魚嚟包住啲牛蒡，而田舍家嘅白番卷呢，就用較清淡嘅海鰻嚟包住啲蘆筍㗎喎。食落海鰻香得嚟，又唔會搶咗蘆筍嘅鮮味喎，好味啊！金雕配炸蘆筍，以金雕魚片包住粗身嘅蘆筍，仲有免治魚肉同埋蟹肉，再蘸上粉落鑊炸，同樣好香口㗎。